国际新闻来关心5月初9今仔日是俄罗斯的胜利日。伫即天战争，俄罗斯国对乌克兰发动最近这几个月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。乌克兰是表示，所有的无人机已经拢互伊拍落来啊。俄罗斯伫咧5月初9庆祝胜利日的前一天，对乌克兰发动这几个月来上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。 也是俄国10天来重新发动空袭的上新行动，几乎这栋大楼被炸出一个大坑。俄罗斯出动60台伊朗制造的新仿无人机，其中36台对准基辅，拢被拍来。Right now we're in apartment one of the buildings. Today was one of the massive attack to our hometown. 乌克兰讲，俄军正伫咧向乌东的巴赫姆特展开最后的推进，应该是希望伫咧胜利日进前甲这摕来，当作总统普京伫东北攻势唯一的战利品。自战争以来，巴赫姆特的战况拢正激烈。 Та перемоги над нацизмом у Другій світовій війні і переможуть рашизм. Це буде День Європи. 泽伦斯基安尼做，也显示乌克兰甲莫斯科之间的界线是愈画愈清。胜利日是为了要纪念1945年战胜纳粹德国，是俄罗斯人正重要的节日。活动拢伫咧5月初9举行，因过俄罗斯境内真侪所在，惊变做攻击目标，拢取消相关活动。 Его вполне можно понять, когда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родные, близкие, для которых этот день будет и останется святым. 过去拢是前苏联的俄罗斯甲乌克兰，本来拢同款伫5月初9庆祝胜利日。俄罗斯讲，虽然泽伦斯基要甲胜利日改做5月初8，不过伊相信乌克兰的人民也是伫咧5月初9庆祝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